前面那可是九王的轿子。是。给我追上！追！哎，是太子。你去！大胆奴才！以为我没看见你做什么吗？九王出了什么闪失，你担得起吗？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他也是无心之失，三哥不必太过苛责。九弟无恙就好。我自己的人，赏罚我自有分寸。恕我失言，三哥见谅。处置下人是三哥府上内务，九弟不应该指手画脚的，当罚当罚。哪里？九弟对我府上的人本就都有照拂，小到下人，大到太子妃，个个都承过你的恩情。这内务，九弟也不是管的第一次了。三哥是怪我那日多事救了太子妃。三哥，惩戒下人乃是内务家事，九弟妄加干预，自是失礼僭越。但娘娘落水虽是家事，亦是国事，若九弟冷眼旁观，那才是于国不忠，于兄不义。无论家事国事，那都是我的事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起轿！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，什么叫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想死死不了，想出出不去。娘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好歹吃点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这宫还真是不容易进的，进来了想死都难。我也只能这么苟且的活着了。嘿，这就对了，留得青山在，咱怕谁呀？这桌子都什么菜啊？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呀。有马小吗？啊？马小是何物？哎，我是滚。奴婢滚便是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今儿肚子不太舒服，给我倒杯热水。好嘞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大姨妈来了，我正努力把她控回去，你快去帮我拿那个东西。大姨妈，娘娘，咱们家没有大姨妈，您是不是又犯病了？我还是去给您叫太医吧。我说你怎么比我还不懂啊？就是你们女生每个月来的那几天。奴婢这就去。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变得这么娘啊？娘？你本来就是娘娘啊。你给我垫的那个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嘛。那个是什么做的呀？娘娘，这怎么好意思说呀？多害臊啊！哎，做女孩还真不容易，我也只能这么凑合的活着了。
娘娘说什么奴婢不懂，不过呀，只要娘娘活着就行。娘娘，这个呀是奴婢特意让人给您熬的，特别的滋补养颜，对女人的身体那是极好极好的。能给我换个男人喝的吗？哎，汤不要了，你去把那个谁给我叫过来。就是太子那些妃子们叫什么来着？陈良娣啊，对，就是他。还有跟在他身边那个黄良元、王昭训、李成辉，对，就是他们，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。您平日里和他们也没那么多来往啊。就是因为平时生疏了嘛，所以才要联络一下感情的。快去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奴婢昨天从内务府特意求来的花名册，太子宫里侧妃们的画像都在这上面呢。哦，这个呀是陈良娣，江西巡抚的千金，年方28，去年刚入的宫，以清纯著称，尤其这古代的大长腿果然是名不虚传啊。黄良元，原名黄家之，